你的心愿我来帮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勋勋。今天的小版的新闻是让我再打一次机感，并且还让我放首《春娇与志明》的音乐。哎，我说兄弟们，放音乐是真的没有问题，但是赛季刚更新，机感高手那么多，想打下来是真的有点难呐。但他说我要是能够打下来的话，就会闭着眼睛给我点赞和关注。哎呦喂，我一听这条件，搞得我也不好拒绝呀，兄弟们，还是老规矩，看到这个小白心了没？把它点亮，上面的加号记得点消失哦。3、2、1，你点了吗？好了，音乐走起。有個女仔令我思想，係咪對你犯下大錯？你話我平時買冇用飾品，你慢慢審判個大。知道男人係天生嘅小朋友，冇弱點會忽略另一半感受。簡單，我只係欠條教經歷要落後。我覺佢冇時間為我停錯。最後點個關注認識一下吧，我是勳勳，一個完成你們心願單的主播喲。